今日就唔係好精神。我哋其實咧一有少少精力咧，有少少魄力咧，應該咧多啲做一啲對社會公益有幫助嘅事情。現在大家背後看見的就是這年長的長者，他們在排隊。待會我們就是派發我們的種子。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呢，鄭家豪議員的一個辦事處，是在這個廣聯苑茂林閣，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地方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係派第二轉啦，第一轉咧我哋派600幾隻，咁我哋今日咧預計派大約300至400隻到啦。咁另外呢一度就91年左右入伙啦，咁呢個區咧都幾多人，平均居住人口大約接近13名到啦。咁呢一度就，但係呢條村咧主要就係一啲老人家為主。咁啊，多謝大家今日幫忙，希望大家 enjoy。好，好多謝晒。班出友係啦 ，Andy 哥係啦，劉律師、鍾榮姐同埋林大狀嘅，啲掌聲好唔好？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我哋可以睇到鄭家豪議員咧親力親為喺度派種，旁邊嘅就有劉律師、劉世文律師同埋夫人，同埋我哋嘅東華三院總理 Andy 先生。